开始今仔日个礼拜，今仔日个礼拜较特别，顶次甲平常有一点仔无共，大家免紧张，嘛免想伤济，安尼着看迄个 PPT， 也是诗会敬拜团，也是牧师的演传，三甲的参与，伫唱歌的时阵，大声唱歌；祈祷的时阵，大声祈祷。请大家备办心，要开始今仔的敬拜，请走噶。对，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起立来学乐咱的上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阮开喙开嘴，斗阵来学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主的甲伊长欢喜快乐。耶和华伊也过伫对，也过对伫，我内大声学乐。耶和华所定的日，主的甲伊长欢喜快乐。耶和华伊也过对伫，也过对伫，全地大声学乐。耶和华是我开来，我心中隆重的梦。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主的百姓甲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是名，高举你心的荣耀，我要学乐你，你是我主。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主的甲伊长欢喜快乐。耶和华伊也过对伫，也过对伫，全地大声学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主的甲伊长欢喜快乐。耶和华伊也过对伫，也过对伫，全地大声学乐。耶和华是我开来，我心中隆重的梦。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主的百姓甲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是名，高举你心的荣耀，我要学乐你，你是我主。耶和华是我开来，我心中隆重的梦。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主的百姓甲全地，报好消息宣告你是名，高举你心的荣耀，我要学乐你，你是我主。拍鼓啊，来重音搁开伫咱的上帝，请坐，请坐。主啊，感谢你，赐予阮气力、甲毋忘，
扶持阮行人生的道路。但是伫即个路途当中，阮会拄着真侪困难，有时阵甚至是伫服侍你的时，伫传扬你的福音的时，主啊，这的挑战，常常是因为人甲人无共的立场，无共的想法，制造的冲突。伫即个时阵，阮会伤心，阮嘛会怀疑家己行的道路。主啊，阮需要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来陪伴阮。阮知有你的疼痛，阮就袂孤单。有时我会感觉到，人生我甲真艰苦。若是脚步行袂稳，阮要是无细心跋倒，拢是因为你的爱，予我机会再回来。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的罪。目屎无缘无断的流落来，心情无人会当理解。我要一步一步地行转来，慢慢地行至天边怀抱。听我的天边，我要祈求我落你的名，我要用心敬拜你，全能的。上帝，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有你伫身边，我就袂孤单。拢是因为你。目屎无缘无断地流落来，心情无人会当理解。我要一步一步地行转来，慢慢地行至天边怀抱，行到我的天边。我要祈求我落你的名，我要用心。敬拜你，全能的上帝，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有你伫身边，我就袂孤单。目屎无缘无断地流落来，心情无人会当理解。我要一步一步地行转来，慢慢地行至天边怀抱。行到我的天边，我要祈求我落你的名，我要用心敬拜你，全能的。上帝，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有你伫身边，我就袂孤单。
台阮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今仔日，阮全人全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愿你的恩根变做全地，愿你的名永远甲阮伫地。感谢你。我的阿爸父，你圣洁的慈爱，再度生子，为我舍命牺牲，依靠着宝血，来到你的左前，主耶和华，求你来拯救我。我的阿爸父，你圣洁的慈爱，再度生子，为我舍命牺牲，依靠着宝血，来到你的左前，主耶和华，求你来拯救我。愿你圣灵浇灌充满我们，叫我们彼此相爱，让人见你荣光。求主引领我前方的道路，我愿全然地顺服，随你脚步。到那日，耶稣，你必再次降临，天上地下尊贵荣耀都彰显在这里，宝座的荣光满一片照全地，为主而流的泪水尽都化作赞美耶稣。我的阿爸父，你圣洁的慈爱，再度生子，为我舍命牺牲，依靠着宝血，来到你的左前，主耶和华，求你来拯救我。愿你圣灵浇灌充满我们，叫我们彼此相爱，让人见你荣光。求主引领我前方的道路，我愿全然地顺服，随你脚步。到那日，耶稣，你必再次降临，天上地下尊贵荣耀都彰显在这里，宝座的荣光满一片照全地，为主而流的泪水尽都化作赞美。到那日，耶稣，你必再次降临，天上地下尊贵荣耀都彰显在这里，宝座的荣光满一片照全地，为主而流的泪水尽都化作赞美。
来，我们一起来歌唱，一起来敬拜。愿主的圣灵今天充满我们，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圣灵浇灌充满我们，叫我们彼此相爱，让人见你荣光。求主引领我前方的道路，我愿全然地顺服，随你脚步。到那日，耶稣，你必再次降临，天上地下尊贵荣耀都彰显在这里，宝座的荣光满一片照全你，为主而流的泪水尽都化作赞美。到那日，耶稣，你必再次降临，天上地下尊贵荣耀都彰显在这里，宝座的荣光满一片照全你，为主而流的泪水尽都化作赞美。耶稣，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你的眼光遍照万地，你是掌管宇宙万美的上帝，但是你的疼嘛临到阮每一个人。你知影阮的软弱，你嘛知影阮拄着的痛苦，但主你的疼充满阮的心，互阮搁较有气力，会当来面对每一日。主啊，你的疼激励阮，帮助阮，会当搁较有能力来帮助身边的人。主求你，互阮每一个人都会当去甲这个福音，去甲主你的这个好消息，互身边的人知影。不管是用讲的，不管是你的用阮家己的性命，活出一个真无共的性命，互别人会当看到一个好的感情。教会这礼拜有福音队，要去到家己的甲广南教会做伙，到根寮国小，伫遐要来陪伴60几个小朋友，求上帝特别赐稳定福音队，互同工会当同心做伙来服侍，嘛加添伊气力，互伊身体健康。特别是迄个。可能有风台会来，也是求主来为着福音队的遮的活动来陪伴，甲每一个同在，嘛互阮教会每一个人会当三工参与，用奉献、用祈祷，也是真直接到现场，拢求主甲阮做伙伫地，互阮会当去。搁较侪奉献，搁较侪活出特别使命。我嘛为着教会暑假搁有足侪活动，社区的活动来祈祷，求上帝来使用，互每一个活动拢搁较侪人会当有机会来真万年。嘛为着台湾这个土地的平安搁安定来祈祷。求上帝怜悯临到，主多谢你，多谢你安尼每一天甲阮伫地。祈祷煞尾，咱用主家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发现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就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
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独独圣神临到因的时，因要得到灾灵，搁伫耶路撒冷、便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行出来的人。讲道，请杜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教会所定宣教基金的募款主日，以及伫即个中间，咱嘛要做咱的福音队要出发的彩排的祝福。大先要邀请咱的青年嘉伦来做因这边引起甲淡南亚地宣队的一寡分享，所以咱先邀请嘉伦。大家平安。感谢教会兄弟姊妹的关心、来到甲奉献来支持阮伫缅甸的宣教。即届的团宣是由台湾基督金兵协会、台湾新学院、甲马街病院3个单位做伙合作，到伫金兵协会差派的宣教师遐进行医疗的服务跟福音的事工。感谢上帝的恩典。在这政局不稳定的缅甸经过海关的时候，他们检查都非常的严格，都看了好几次。那阮也是平安将一些需要的药甲器具就会当带入去缅甸内面，提互有需要的人。这个是金兵协会他们在曼德勒的一个据点。叫做曼城之星，因伫遐伫教中文嘛收留遐个学生会当住伫内底甲因做伙生活传福音因礼拜嘛有做助理有足侪人缅甸人就有这个机会会当来接触福音即马阮来看一个马街病院的同工做的影片。影片中，咱会看到，足侪人是对城市外围的地方去做这种卡车，像一车车的被带过来。这个地方是在地的一个基督徒医师他开的医生馆，那我们借用他的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服务。因为这个医师的帮助，我们也才可以安心的在这边做医疗的工作。因为在这边从事医疗工作，很有可能被高层关切。那有这位医师做担保的话，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在这边服务这些人民，不会被就是地方的恶势力或者是政府的官员来那个阻止这样子。那我们在当中也会在他们等待候诊的时候，带他们做一些福音的活动，唱诗歌、跳舞，讲见证、讲道等等，那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的参与在当中。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病人，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生为他们来看诊，来关心他们身体的状况。大部分他们都是肾脏有问题或者是一些慢性的发炎，然后我们会透过当地的翻译来，就是将医生他们所建议的药品或者是建议的健康守则去翻译给他们知道，让他们可以在我们离开之后也可以继续循用这个药物以及遵循着健康的指南去过他们的生活这样子。
我们这边的药品，除了有一些是台湾带过去的，那很大部分都是在当地就是直接采购他们当地的药品。我们是避免尽量就是带太多外面的资源进去，去破坏他们的文化跟生态，能够维持他们就是当地的一些比较和谐的状态这样。那这些就是我们马街的那个同仁们啊，他们是非常专业的一群护理师、药师跟医师啊，感谢因伫遐为着遐个病人的服务吼啊，其中嘛有2个台湾生啊，因的学生伊已经是护理师，所以嘛伫遮来斗相共啊，拄仔有讲到因伫等待的时阵，阮就有传福音互因啊，因就非常的投入在当中吼，阮有唱诗歌、讲道、见证，也是搬戏互因看啊，互因有机会来听到福音啊，阮嘛有伫遐体验迄缅甸的文化，这是缅甸的传统服饰叫做龙基啊，女性的就是一套的衫啊，男生就是敢若裙仔裙仔的物件啦，啊，这是缅甸的传统的食面吼啊，有迄茶药仔菜，茶药仔是用茶的药仔，叶仔做豆子啊，咸肉啊，这些拢是会当手皮摕迄饭配来食这样。啊，按时阮嘛有分享基督的时阵吼，非常感谢上帝，因为伫马街的护理师甲药师，因其实毋是基督徒，啊，因有这个机会甲咱即群基督徒做伙来做服务。啊，上帝的祝福嘛，拢有降临伫伊的身躯。啊，伫分享的时阵，有一个护理师就分享讲，啊，伊要来缅甸进前，伊的腰足疼的，拢袂好，去看医生食药啊，拢袂好。啊，伊就想讲啊，要安怎要来做服务啊？这样安尼袂使。因前一工，伊就试看卖，甲上帝祈祷讲咗。啊，我即马要来服务啊！啊，但是求你来帮衬我，莫互我即个情况会讲影响到即个团队的状况吼。啊，伊祈祷了后，第2天飞到缅甸，伊落飞机，伊的腰就袂疼，伊的腰就袂疼，伊感觉足神奇的。啊，搁有阮伫服务的迄场，台北毋是落大雨，啊，内湖就拢有淹水嘛，哦，伊的厝就是伫淹水的迄条街，啊，因的车就囥伫咧地下室，啊，因翁就出去上班啊，袂当去煞车，啊，因囝嘛袂晓开车，伊就足烦恼的，啊，这害啊！超的那进水啊！啊，但是就迄天好了后，伊就紧看伊赖啊，家中有没有说什么这样啊？伊的囝就讲啊，无诶，阮兜地下室无淹水哦啊，因翁就讲哦，这是因为恁妈妈伫缅甸替上帝在做工啊，保护咱家这样。啊，因全家拢毋是基督徒，哦，嘛有遮的体会，实在是上主的恩典吼。啊，主总是用咱想袂到的方式，互人去经历伊的奇妙。啊，伫遐上互我感动的是迄边的人民吼，
这是因想要听到福音的表情。阮伫分享见证、讲道，也是唱诗歌的时阵，因拢是足投入的。虽然因的身体无好，有足侪病痛伫的，但是因嘛是足感谢阮会当去遐为因服务，因为即马因感觉缅甸就是非常的危险。其实有人伫遐的人拢是想办法要离开缅甸，因为伫战争正经过地动淹水吼。但是伫即个时阵，有一群人会愿意到伫因的身边陪伴伊来帮助因就是足感谢的。即条好亲像耶稣基督为着咱降生伫即个所在共款。我会当我们有一个团员分享一句话，互我印象一深。伊讲上帝的就是疼的源头，即份疼会因为咱分享出去就减少，反倒是哪分享搁加多。感谢上帝，互咱有这个机会到伫缅甸去陪伴迄边的人。我嘛毋望阮大家会当继续来关心逐项的宣教的事工。阮会当安怎来关心这个事工呢？我伫新海营读册的时阵，读迄个宣教学，伊就有讲到一个宣教的来方法，就是出去祈祷、学习、动员、接待、甲找遣、找派吼。这来的行动，咱会当选一个，也是来的你拢感觉你会当做，你会当去做吼。出去就是有机会去离开家己的舒适的所在，去服务别人吼。祈祷就是将去宣教的人，也是因服侍的人，因祈祷带到主的面前。学习就是阮来学习圣经的真理，学习无共款国家的文化。动员就是分享上帝伫宣教地的工作，邀请人来加入到宣教的行列。接待是阮会当去关心阮的好厝边朋友，也是看到有需要关心的人，阮就接待因。找遣就是因奉献、因行动来关心、支持宣教师的甲宣教的事工。毋望大家会当参与伫这宣教的工作当中，互上帝的福音会当传到世界各处。我的分享就到这，感谢大家。多谢嘉伦的分享。今仔日会邀请嘉伦伫咱的中间，甲咱做分享的原因真简单，因为主要就是伫即道医疗的福音推出去的时阵，咱就是用咱地选基金来甲因支持甲奉献。看到嘉伦参加伫即款的福音事工内面，其实互我有足深的感受。因为咱之前捌提过，伫160年前，台湾是互中国清朝迄款的大官李鸿章讲，是叫做“花不香，鸟不语，男无情，女无义”的一个所在。咱嘛知影早前遐一批搁一批来的宣教师，每一个不只是因是牧师的身份，即份尔，因的背后佫拢是博士，啊无就是医生。所以咱通知260当前，因只要留伫因的美国、英国、加拿大即款的国家，吃香喝辣的生活绝对走袂去。但是因既然甘愿放弃迄款的生活，来甲咱台湾这个所在，甲咱徛起，将福音传互咱来认捌拜上帝甲主耶稣。所以因的背后拢有因的彩会，有因的舞会，伫遐甲因支持。所以即代伫咱的小会开会中间，咱嘛愿意诚做即款的舞会来支持嘉伦出去的事工。只是可能早前甲可惜，顺便长老要去丹南亚即款的地宣队要去乌克兰的时阵，咱无甲支持到的款。但是不管安怎，
今仔日甲明仔载，咱连续2批咱的联合的福音队要去嘉义迄个所在。那拄仔你看到，我佫会感觉讲，哦，嘉伦因即道去佫带了袂歹哦，有门床哦，食了袂歹哦，佫是做菜哦。但是咱福音队才当今要出去，未来一礼拜因拢总是困涂骹。未来因的三餐早顿拢是家己煮。中昼顿，家己姑拿的妇女会帮忙去买便当；暗时，家己姑拿的妇女才帮忙可能煮一粒饭、一粒糜、一粒炒面等等。所以其实咱遮的地选队员愿意参与哩即款的时间，出去一礼拜中间，对因来讲，不只是做代志、能力顶面的操练甲服侍尔，基本上对因的身体嘛是一大真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好无，咱其中有几位地选队的队员，今仔日无伫台北，但是你看到嘉伦也好，还是你因公司的郑浩也好，还是坐伫头前2排，这拢是咱福音队的队员，咱是毋是用普仔声甲因鼓励，甲因支持出来？普仔声嘛拍了啊，鼓励嘛鼓励了啊，过来一礼拜恁困到较好自为之了。嘿啊，我会做歹困的。不管安怎，伫咱即个世代基督徒，咱有面对真侪真新的挑战。即个新的挑战有可能是古早的教会、古早的基督徒袂去拄着的。比如讲，真个社会转速非常紧，工作压力非常非常的大，甚至真新的世代有一寡新的观念，甲古早完全无共款。所以，咱伫工作的顶面、伫家庭教育的顶面，拢会拄着真侪无共款的挑战。特别是咱的中间嘛，有一寡做老师的兄弟，我相信因一定体验非常非常深。过去咱做老师做好教囡仔，说一就一，说二就二，说往东他们不管往西。过去的囡仔伫学校只要调皮捣蛋，互老师讲，互学校处罚，转去绝对毋敢讲，加讲佫往加讲，加讲佫往加处罚。但是真个社会规个价值观改变甲毋知恁感觉如何？就亲像进前捌有一个咧，甲无偌久进前尔，一个女老师伫遐咧写黑板，女老师咧写黑板的时阵，竟然有迄款查甫学生，敢安尼徛远前，甲搓屁股。我毋知影，甲是你。当你咧做代志的时阵，有人忽然对你后壁甲你搓屁股，你会有啥物款的反应无？若是我相信忽然互搓屁股，有可能第一真生气，第二会甲迄个搓屁股的人杀走吧。若阵你的反应是甲我同款，安尼应该咱拢是算正常人吧。但是无拍算，伫咱即个教育环境，伫咱即个社会价值观的下面，即个将学生背后走，即个动作，既然惹到互即个学生的父母无爽快。去甲教育局，去甲学校来检举，所以尾仔伫校事会议的中间做出来处罚。这个处罚毋是去处罚迄个搓屁股的学生，是处罚这个老师，你爱包容，你爱吞忍，你爱互学生有教育的机会，你袂使甲送。所以这个老师就领到一个警告。我想做这个世代所咧改变的一寡观念，真正搁甲早前无共款。甚至讲过去教会咧做事工，咱会当发现早前的教会有一大批重视一款家庭管理的妇女，咱会甲称呼做妇女大军。因为你教会内逐项的服侍，教会外社区的服务等等，拢靠着遮的妇女大军大力支持伫即个中间的服侍。但是因为真个社会改变，咱几乎拢是双薪家庭较济。双薪家庭，莫讲翁仔某拢咧工作，工作了非常忝。连早前我感觉真温馨、真温暖的一个聚会，叫做家庭礼拜。伫咱真个现代的社会教会，嘛渐渐看袂到去啊。即款的看袂到，所改变的不只是遮的聚会无去，教会找无够野的同工来做一寡事工。当然，咱教会想要做一寡社区的服务，嘛愈来愈困难。面对这款社会形态的改变、生活的改变，伊不只影响到是咱伫教会服侍迄款的喜乐，因为咱哪服侍哪忝，工作在咧忝嘛，要搁服侍，
有当时啊真正哪服侍哪忝。既然是安尼，详细影响到的，其实嘛是咱的信仰生活。伫咱的信仰生活内面，有可能咱会感觉上帝哪像甲咱哪来哪遥远。这嘛影响到咱家庭内面的关系，影响到嘛甲咱外口人甲人的关系。所以伫顶礼拜四的祈祷会中间，我有分享一段经文，互咱参加祈祷会兄弟。这段经文安尼咧讲：我靠上帝的人，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过过节，树叶也袂孤单。照理讲，咱的信仰生活应该是安尼才对。就算做外口的工作压力重、真忝，但是咱啊，我靠上帝，亲像一丛树，会当栽伫溪水边。信仰应该是帮助咱的生活搁再有力量，信仰应该是帮助咱的生活拄着困难的时阵、有挑战的时阵，咱会当有智慧去突破。所以现世代的基督徒，不只是只有一个愿意的心、热诚的心尔，因为只有愿意的心、热诚的心，咱就真正要做教会的服侍，要做社区的服务，有可能真紧，咱就会去互咱的生活、咱的工作，甲咱的志气、咱的热诚、咱的意愿拖磨甲无去啊。但是最近有一个真好的状况。当咱平平一天，大家拢工作了，真辛苦、真忝。但是咱拜四下暗的祈祷会人数最近既然哪来哪加添。但是这款的加添讲出来真歹势，安怎讲真歹势？因为你无共款宗派的教会内面，咱长老教会愿意参加祈祷会人数，已经是其他真侪无共款教会宗派算上低啊。但是不管安怎加，咱通常嘛有咱做礼拜的人数中间1/10的人，甚至搁较济一丝丝啊，会来参加祈祷会。但是真可惜，咱教会祈祷会对一开始的8个教会，经过半冬了后，目前才渐渐成长到13、14个。其实连一般长老教会的平均嘛无够。但是不管安怎，伫这个祈祷会中间，咱会当看去。比如讲，顶礼拜四，我一踏入5楼的所在，就看到咱有2个青年伫遐咧食伊暗顿。咱祈祷会时间要开始啊，有另外一个咱的中间的妈妈撞入来，摕出伊暗顿倒遐食，无要紧，因为过去咱讲过，生活查经班也好，咱的祈祷会也好，你毋免因为讲无时间来，就感觉歹势。你也真正因为做无用迟到，无要紧，做你大胆甲行入来。行入来了后，你也真正厝里还有代志爱先离开，无要紧，做你直接走，免歹势。主要就是讲，咱也会使，咱也尽量做伙来参加。因为我相信，有的人来参加了后，伊无离开。因为你过去1半年来看，我有听到有人安尼甲我讲，本来工作了真忝。参加祈祷会了后，伊颠倒感觉重新得力，通去倒伊家己的厝。有人讲，伫唱歌学落的过程的中间，伊感动甲流目屎。嘛有人讲，伫迄个唱歌学落，伫迄个祈祷中，伊若像会听到上帝咧对伊讲话。嘛有人回应讲，伫祈祷会中间，伊上帝所祈求的代志，上帝真正祝福伊，代志就安尼成就啊。所以咱通知伫祈祷的中间，圣神的火会点倒咱的生命。这个点倒的生命会当互咱重新得力，去面对外口的世界。所以今仔日经文主耶稣安尼甲咱讲，咱着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去甲地极，做伊的干净。我毋知影听到短短一句经文，你有啥物领受？有啥物感想无？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甲地极，做主耶稣的干净。其实咱人看去，随便讲所讲的耶路撒冷等等，这拢是地名、地区的名。看起来咱像是主耶稣咧画一个北图，互咱看。这北图是一个传福音的图，
对内底到外口，对近的到远的所在。但是其实，咱若倒转啊，咱生活来看，这所咧甲咱讲的嘛是要拍开咱做代志的眼光，要拍开咱伫这个世界咱的生活的宽阔度啊。因为咱通知，虽然讲这是一寡地名尔，但是这地名代表着无共款的意义。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比如讲，咧讲的就是咱台北南门教会所在这个社区。伫这个社区内面，甚至伫咱台北市内面，咱有共款的文化，咱拢伫遮咧出入。犹太地就亲像咱所咧讲的，那像是台湾全地共款。因为咱都爱相信，台湾是上帝所赏赐咱的迦南地。所以伫咱内面，虽然讲咱是共款的文化，但是咱来扩展出去。撒玛利亚就真好耍啊！伊不只是文化有一寡无共款，对以色列人来讲，伊是无共款的种族啊。到伫地极，这是一个跨文化，到伫咱所无法度去的所在，就亲像大多咧讲的缅甸宣教，迄嘛毋是咱讲要去就我都随便去的所在。但是咱通看到耶路撒冷所咧讲的，就是咱的舒适圈啊。这个舒适圈是咱所熟悉的所在，有可能是恁兜，有可能是你的学校、你工作的所在。伫这个所在，咱常常伫遮出入，遮的亲人、遮的同学、遮的同事，甚至咱的厝边，就是咱每一天接触会到的人。若是安尼，咱甲因做伙生活做伙，咱要安怎伫因的中间来做光、做盐，活出耶稣基督的好见证呢？这是咱第一个挑战。这挑战，咱若做伙好，当然咱就渐渐会当探甲犹太全地去。但是咱嘛毋免感觉讲，哦，犹太全地，家己咱这个世代来看，看起来却是全台湾。要去全台湾通福音有简单吗？有简单吗？遐尼简单，咱这个基督徒就只卖5%、6%安尼尔。只要咱真正有机会去甲苗栗、台中、云林、嘉义款沿海的所在，咱绝对就知，咱绝对就知，传福音无困难，一对一的传福音并不困难。只要互人有机会踏入教会，伊会感觉教会真好，想要来。但是通常一个人想要来无效。当伊倒转去厝的时阵，伊会互伊厝里的人主动，会互伊的长辈来甲骂，所以常常受袂着，无法度去受会起即款的压力，受袂起即款长辈职责了后，到尾啊放弃来甲教会。所以真正要踏出去外口，要未信的人传福音，一对一真简单。但是即个咱所传福音的对象，倒转甲伊原本拜拜文化、拜拜风俗。因迄款的家庭的时阵，迄款的家族的时阵，有当时压力一出来，因就足无简单踏出第二步去啊。但是不管安那，伫咱中间，咱知影，咱家己教会，有袂少的兄弟，拢是对中南部起来。不管是来遮读册、食头路，来家己咱的中间。其实咱安尼来看，咱就通知，咱遮中南部起来的兄弟。迄是受到中南部的教会离啊压境，受到中南部的教会离啊压政治了后，离啊甲栽培，栽培大汉了后，来甲台北读大学，来甲台北食头路，结果所结的果子，去互咱教会甲修成起来。但是若是安尼，咱袂使只有咱家己好就好，徛伫上帝国内面，规个台湾应该拢是咱爱去亚政治的所在啊。所以这嘛是咱一道第三队要继续去家己这个所在的原因。过来，咱所看到撒玛利亚，讲较紧的，撒玛利亚人，古早以色列人看因是看袂起的，甲因是无交叉的。原因真简单，当时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犹大灭亡的时阵、亡国的时阵，一大群以色列百姓受掠去到巴比伦。但是，就是有人无互掠去，所以对受掠的人来讲，可能嘛会感觉讲，哪会安尼？是哪我会互掠来做奴隶？迄群人既然留伫原本的所在，
当波斯王支持以色列人倒转去因迦南地了，倒去，佫发现讲，吼，这群老利亚的人无通受了去奴隶做奴隶也就算了，这群人竟然甲流离原本迦南地的迦南人，因做伙通婚，所以以色列人将这群人看作是无共款的种族。所以以色列人不只是甲因无相往来，甚至有当时也是看袂起因的。但是主耶稣煞甲咱讲，去，就去撒玛利亚这个所在。其实去撒玛利亚这个所在，就是对迄阵的门徒、使徒的一个挑战，同时嘛是对咱家己的挑战。要爱那不可爱的人呐，这款的挑战非常难。非常难。一个你所讨厌的人，你真正会去听伊、爱伊吗？一个你所讨厌的人，你真正会去爱伊、听伊吗？但是我相信主耶稣所讲的是上帝国内面，因为遐咱所讨厌的人，遐所咱听袂入心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也准因无机会来明白主耶稣。若是因无机会，互福音来转变因的思想、因的观念、因的生命，迄群人永远是咱所讨厌的人。所以耶稣知，要改变迄群人，就要互福音进入因的生命内面啊，进入因的生命，改变因的行为。若是安尼，检才有机会，他会成为我们身边可爱的人啊。所以这撒玛利亚不只是这门徒来讲，嘛是咱来讲的。但是不管安那，全世界有真侪所在，咱毋捌去过，咱毋捌甲遐人有交叉。就亲像咱所讲的，缅甸也好，柬埔寨也好，非洲也好，可能有侪所在是咱无能力通去的。就亲像过去孙店长了因一款医疗团宣队去甲乌克兰。我相信买机票互你嘛无拄要去。但是咱永远会当用咱奉献的方式，用祈祷的方式来成做因的支持，参与伫迄个事工的中间。所以同款倒转来咱家己来看，宣教传福音无遐尼严肃。你有听到我叫你讲，你爱去十字路口求人来做礼拜无？你绝对袂听到我安尼讲，因为传福音的事，其实。咱来看，主耶稣毋捌甲咱讲过，就是讲，叫咱来做一个宗教或神学的上面的辩论家。你有听到主耶稣安尼甲咱讲无？要成为神学、圣经学、宗教上面的辩论家、专家。耶稣甲安尼甲咱讲，无啊。耶稣只有简单甲咱讲，咱去做伊的见证人啊，咱去做伊的干净啊。什么是见证人？对法院来看，这个做证的，这个做见证的，真简单的一项事，爱去做的就是，你看到啥，一五一十讲出来；你经历到啥，一五一十甲讲出来。所以这就是咧甲咱讲，咱用咱的生活，讲出耶稣互咱的改变，用咱的生活讲出耶稣的故事。过去我有一个工作经验，我做少个讲，因为我伫迄个工作顶面只有做1年久的时间，我就离职。当初这个上市公司咧招人的时阵，伫高雄分公司，我现场一看上少100外人去应征，迄个100外人来应征，尾仔这间公司只有录取12个人，这12个人。我一看到的时阵，感觉真趣味，哪会遮拄啊好？就是12个人。拄啊一入去，我所分配的单位，迄个办公室有真侪位我会使经，但是我安尼看西了，我经一个离迄个出口上近的所在，所以我经到遐个座位，我就开始整理迄个桌顶。第一间公司因有一个习惯。你的前辈，你就叫伊学长，还是叫伊学姐？所以我伫遐整理桌仔顶的时阵，就有一寡真热心的学长学姐，就过来甲我讲：杜崇信，这个桌仔吼，这个位你上好莫坐。这个位你上好莫坐，
因为离路口入来的所在，大门一行入来，就看到你的位，迄叫做路窗。你毋通不信邪，因为早前坐伫遮的几位同事，拢总真紧就阵亡离开这间公司啊。我多谢因的好意，但是想想啊，咱是基督徒，人安尼讲路窗，咱就较紧闪，安尼讲会互笑。特别是咱也相信咱的爸上帝是保守咱、管顾咱的上帝，安尼咱应该是无紧无急才对。所以讲一句甲滚酸笑的话，就是讲，伫出入口的第一个位，真正地当来的要选嘛较好选，所以我就犹原坐伫迄个位。这间公司逐个月拢爱拜拜，我甲我的主管、甲我的学长姐讲，我是基督徒，我就无参加拜拜啊。当然，这个方面因尊重咱的信仰，但是嘛有真关心我的学长学姐，就甲我偷偷讲，杜崇信，你毋通安尼啦，你毋通安尼啦。咱做业务的吼，你毋拜关公，你毋拜弥勒佛，你毋拜迄款千手观音，你业绩要哪做会好？特别是迄间公司一间上市的公司，专门咧做房地产的，因讲。做房地产的业务，你毋拜地基主，毋拜土地公，你业务是要安怎做？其实这甲我后来去观光饭店拄着拢同款。伫观光饭店内面，因看到行销业务部的主管毋拜拜，因嘛会烦恼，去外口做业务，去拜访一寡公司，拜访一寡工会的时阵，常常有一寡食饭场。遐头家人，遐工会理监事嘛，甲我讲，小杜啊，你不烟不酒，你是要做业务？但是同款的问题，咱就是用咱的工作，用咱的生活来表明咱的立场。因为圣经甲咱讲，要在小事上忠心。既然在小事上忠心，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伫咱的信仰生活的中间。像我所讲的，这间公司迄阵，因是9点上班，我大概拢约8点就先到。8点先到，门开好，我就开始读圣经祈祷。这间公司是6点下班，但是我常常拢做到下暗8、9点才下班。咱用咱的打拼，用咱的努力，互人看，无拜拜，但是咱认真打拼工作。结果半年了后，甲我共一体入去这间公司的12个人，尾仔剩我一个。原因真简单，话挡袂牢遮尔高压的工作环境，家己离开。有的人是因为做了无好，去互公司甲辞退去。我伫遐工作的第9个月，我去到这间公司南部南区，就是包含高雄、台南等等遮个地区所有的业务单位、所有的业务人员的第1名。我咧摕第1名的业绩的过程的中间，我的单位嘛因为安尼真做全台湾业绩的第1名，所以有同事甲我讲：好，你无拜拜，业绩阁做遮好，很可以哦。我甲讲，我逐工嘛咧拜，因为咱咧读圣经，咱咧祈祷，其实咱就是咧甲上帝有关系，咱就是咧敬拜咱的上帝啊。所以因甲我讲一句话，就是安尼你的上帝有厉害，但是真可惜，非常可惜。迄阵的我，只是感觉讲咱打拼、食头路、做工课，咱有好的成绩来荣耀上帝。但是当遮的同事咧讲你的上帝真厉害的时阵，真可惜。迄阵我家己无迄个概念，教会牧师无讲，教会过去的辅导。助理的老师嘛无教，无照你讲，应该互因知。当因拜一规堆有诶无诶的时阵，咱会当将这个机会，互因知，有一仙更较大仙诶，咱的天父耶和华上帝，因会使来敬拜。所以足可惜，迄款诶情形离开了后，无法度将这同事带来教会。但是同款，当咱认真工作，用咱的生活正做见证的时阵，咱会当互人看去，上帝是恩典满满的上帝，咱是被上帝的囝儿啊。
所以后来我做一年就离开这间公司的原因，是因为讲这间公司拜六礼拜固定假日是上好做业绩的时阵，所以要甲拜六礼拜甲公司请假非常难。既然无法度请假，我就用另外一招。礼拜日透早，我共款入去打卡，共款开会，开会了，我就浪讲溜班去啊。我浪讲溜班去创啥？等去教会做礼拜。因为我感觉讲礼拜日无做礼拜，我对不起上帝。礼拜日无做礼拜，我对不起上帝，所以礼拜日透早打卡上班，开早会了，我就人讲选去啊。问题是，伫一年的中间，我坐伫教会内面做礼拜，我心神不宁啊。因为上班时间我共人讲拖了班，我对不起公司啊。所以后来做满一年了后，我无想要去过这款的生活，食这款的头路，我就提辞呈啊。而且因为迄阵礼拜日拢要偷走去教会做礼拜，我会当运用的就是伫迄款上歹做业绩的组间，尽量做业绩。所以这就是啥讲9点上班，我8点到，6点下班，我做到下暗8、9点的原因。但是感谢上帝的保守，伫这一年中间学到真侪经验，做满一年摕到第1名，咱才来离开。请敬拜团起来。但是讲到见证，其实现代的基督徒嘛真幸运呢。要做见证足好做的呢。安怎讲？因为咱这个多元数位化网络的时代，咱不只是生活伫咱家己工作的职场顶面，咱生活伫咱的学校校园的内面。当咱伫遐咧做的时阵，咱爱做对的事，将对的事做好。当咱行伫上帝道路真理的顶面，这就是做见证。但是伫这款数位化、网络化的时代，咱若活出一寡正直的生活，咱活出彼此关心的生活，伫咱的生活内面有喜乐、有快乐。当大家拢伫遐无用咧追求名甲利，当大家伫遐咧享受物质的快乐的时阵，当咱安尼做，迄就是见证啊！这个见证，是安怎讲？咱要传出去，足简单。只要咱有咧用册，有咧用 IG， 有咧用 FB 的，咱只要将咱团契的生活、教会活动，咱用这册啦、IG 啦、FB， 咱甲铺起，其实咱的朋友就看会到。所以过去我伫家己广南教会咧服侍的时阵，比如讲拜六有自然科学园游会，比如讲拜六有圣诞童玩市集，我就是伫我 FB 安尼甲铺，安尼甲铺尔。伫几年的中间，常常拢有出现一寡 surprise。什么款的 surprise？ 既然过去我咧教册时阵的学生，伫迄个中间出现来找我；既然伫迄个中间，有我的同事嘛是对高雄台南走来家己找我。甚至互我上 surprise 的代志，就是有2个同学走来找我的时阵，甲我讲：喂。我真嘛是基督徒啊呢，真我嘛是基督徒啊呢。所以我所想到的就是有够可笑的，是咱我咧读册的时阵无带因去教会。所以呢，兄弟，过去2000年的时阵，咱有真侪信仰的前辈，因完成因该做的事。所以当咱嘛领想到过去的人因所压落迄款福音的真旨。迄款的成果，咱真的修成，咱真的享受啊！但是今仔日，主耶稣将这款的接力棒交甲伫咱的中间，传甲伫咱的手中，咱要安怎去做？咱应该安怎去做？所以其实，今仔日咱有几个第选队队员有法度伫咱的中间，是咱要爱有一个彩排的祝福伫这个中间，就是讲，咱无法度去。咱会当用祈祷的方式来甲因祝福，为因祈祷。特别是咱只要看到新闻的，咱就知未来这个礼拜的中间，可能有一个风台会往台湾这个方向来。你愿意为着这个天气的状况
来祈祷无？所以当咱若无法度去，咱会当用祈祷的方式，咱会当用奉献的方式来真做支持，因为山落来就是咱的责任，山落来就是咱的责任。到底咱要留落什么款的教会？咱要留落什么款的世界，互咱的后一个世代啊！这是也予我锁定的伊，只会甲你长欢喜快乐，也予我伊也过对你，也过对你，总得多少乌路。这是也予我锁定的伊，只会甲你长欢喜快乐，也予我伊也过对你，也过对你，总得多少乌路。当咱看到这对因，咱的同工要出发去，所以我要真正要邀请咱，我要邀请咱来为因来做祝福的祈祷。因为我相信，当恁大多有听到，因安尼一去，规礼拜困涂骹也好，因的食也好，有可能天气也好的时阵会作热，风台甲万一真正靠近，到底是什么状况，咱拢无法度掌握。但是，就是因为咱的生命内面有最多代志，唔是咱有法度控制，所以咱就更加需要来甲上帝面头前，咱做伙来祈祷。我们要用我们祷告的时候，托起这个短宣队在外面的服侍。所以，不管是你心灵的健康，不管是所有事工课程进行的顺利，探访的部分、关怀的部分。甚至拜六有一个园游会，要让这家长、这囡仔会当顺顺利利对根寮国小过渡来到教会内面。每一个坎站，每一个坎站拢是挑战。咱真正恳求圣神的帮助，在这中间运行。咱真正恳求被上帝伊的恩典满满，
会伫即个联合底宣队因即一礼拜手所要做的工的顶面。所以我真正要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为着因的身心灵的健康，要邀请咱为着所有事工的顺利，为着天气的状况来祈祷。所以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拢举起咱的双手，举起咱的双手，真简单的意义，只是代表讲，咱想要用咱的全心全意为着恁祈祷，为着恁祝福。所以咱做开出来祈祷，做开出来祈祷。你不管你兄弟，你跟老姐，我一个感谢你，我一个感谢你，因为今仔日可能参加真正是这个时阵，因为阮知影的话，就我是第一个数，特别是这个小孩子，这个西方的人刚出来的时阵，我知你过去甚至这个在这个干涉拄着相关的状况，他们的代志，所以我都就这样说，我特别是用都就这样说，所以特别我兄弟，我今天是到今天大大的好，我大大的祝贺。当咱看到这阵亲人的头前，咱用咱上大的祝福，嘛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第一批要伫今仔日中昼来出发，第二批要伫明仔载早起来出发。恁这礼拜一直到7月12号到当个期间，若是会使。咱每一天，拢为着这个事工来祈祷，所以好不？咱搁一遍用咱上帝的歌声，甲因鼓励，甲因支持。好来，咱请各位。大家来奉献。奉献请赖玲玲、陈秀玲继续。来吟奉献的诗，请起立。
请坐。来报告，今仔日是本会宣告基金甲彩皮主任咱嘛多谢嘉伦拄则的分享。嘉伦即马煞接阁有一年要伫宣告的机构会有搁较侪的练习甲学习嘛请大家继续为着伊来关心带导，那么为着教会宣告的事工来奉献。那礼拜了后嘛伫地下室有爱餐，然后今仔真多谢磐石团契的服侍，请大家让留落来做伙相甲交易。今年的福音队今仔日甲明仔载要开始出队，杜牧师带队然后咱有领队是慈运师母，队长是嘉伦，阁有队员拄则有起来，请大家继续为着因来祈祷。今年甲是甲广大教会做伙，参加学校的学生有60几位，足侪囡仔，咱人讲刚刚10几个尔安尼，请上帝实在是爱特别来照顾跟看顾。后礼拜主日，咱是邀请到廖继成牧师来本会讲道。第4点，7月19号是圣餐主日，礼拜了后嘛有开中职会甲小会，请中职会当注意时间。第5点，阁有7月到9月的事工预定表，若是还袂摕，会当去招待岛摕。第6点是今仔日有迄个健康咨询关怀站，但是拄则已经进行了若是有需要的，会当特别注意周报也是记表顶悬写的时间。具体消息，本会张千惠姐已经伫6月27号伫殡仪馆火化告别。今仔日下晡1点。伫2楼的礼拜堂会举行类似礼拜，请大家有闲的会当参加。第2点，万王主姐嘛王主文调，享年94岁，还是迄个万明忠兄弟的妈妈。伫6月28号、29号已经有火化甲安葬，愿上帝安慰为主。第3点。陈若清信长老是陈温良医师的妈妈，伊伫6月18号亡主文调，是100岁，享年100岁。7月18号下晡会伫中山教会举行告别感恩礼拜，愿上帝的灵来安慰为主。大多数项请大家当家己看。好，牧师刚有要补充。咱来唱平安礼，请起立。咱拢叫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做上帝儿女。咱拢叫做一个人，因为耶稣。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这最深，因为耶稣的更变，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日子，我的勇士主我名，我的天人的主名，因为耶稣咱有三样的属灵。
315首，天父稳定真正大。天父稳定真正大，日日地运转，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做伴。咱着照亮伊的魂，日日永存。在海南咱变这欢喜，快乐变福气。愿被上帝予伊的面的光照咱，就是阮予咱。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咱，想使咱正兄弟姊妹有永远的平安甲喜乐，对一时一个用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好，奏乐，请敬拜团。虽不是黑暗隐藏，愤怒偷走你荣光，征战中仍有盼望，全都因为你的爱，是我一生的诗歌。巨人都要倒下，高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